廣東 U18 男子籃球隊喺15運男子籃球 U18 組別當中嘅決賽咧，係85比78贏咗山東隊。嗱，我嚟咗澳門之後咧，睇咗3場佢哋嘅比賽，而且個決賽可以稱得上係喺 U18 呢個組別當中嘅巔峰對決。嗱，好似第一場4分之一決賽面對遼寧廣東隊，真係摧枯拉朽咁樣贏咗對手。面對上海有少少嘅一啲嘅阻滯，但係廣東隊亦都可以憑藉內線嘅優勢咧，係又將個分差咧係好容易咁拉開。但面對山東隊，哇！廣東隊真係遭遇到最強挑戰。嗱，首先咧，山東隊隊中有一個，我覺得喺 U18 呢個組別當中咧獨一檔嘅鋒線嘅一個超級球員啦，張博源，佢一個人喺呢場比賽攞31分，而廣東隊無論係夏振鋒又好啦，或者係其他球員都好啦，同佢對位咧都係會蝕底一啲嘅。而呢個係其一，其二咧就係廣東隊兩個絕對嘅主力何文偉同埋黃鴻澤喺第一節就有一個好嚴重嘅 foul trouble， 呢個亦都令到咧廣東隊喺成個上半場咧冇辦法可以用到佢哋最強嘅內外線呢兩個球員上嚟，點辦咧？呢個時候好在我哋有其他嘅球員企咗起身，例如夏振鋒喺呢場比賽嘅廣東隊入嘅第一個波就係夏振鋒好果斷嘅3分球，而佢喺同張博源嘅比拼當中咧，其實夏振鋒亦都攞到15分，屬於係廣東隊喺呢場決賽當中全隊得分最高嘅兩個球員之一。仲有就係米少傑亦都係喺何文偉因為要坐波監嘅情況下，成個上半場頂住咗呢一個嘅壓力。當然仲有係例如藍奕朗啦，例如我哋喺內線嘅2.1米嘅小巨人馮希瑞啦，當然仲有陳超毅等等呢啲球員咧，其實佢哋都喺球隊最需要幫忙嘅時候咧，適時咁企咗起身。可能喺呢度我要同大家講唔好意思，因為實在係可能話 CBA 嘅賽事太過多啦，或者講緊係實有好多嘅其他工作，所以一直以嚟我對於 U18 呢個組別，甚至乎 U22呢啲組別嘅球員唔係咁了解。但係我睇完咗呢個15運會 U18 決賽之後，我覺得至少我見到佢哋以後，我會叫出佢哋嘅名。嗱，你好似陳超毅啱啱講咗啦，打上海最關鍵嘅時候嘅2個3分係佢射入嘅。而今日打山東同樣亦都有一個好關鍵，當山東隊係將分差反超嘅時候，又係陳超毅入咗一個3分球。咁何文偉唔使講嘢啦，佢喺場上嘅氣質非常之老道，而佢對於球嘅處理亦都係超越佢嘅年齡段，甚至乎喺呢場比賽當中，亦都試過自己自投自獎，面對住一啲身高超過佢2個頭嘅高佬嘅面前咧，自己攞到個籃板落嚟。何中鋒莫非有一個係咪？咁當然仲有黃鴻澤啦。其實黃鴻澤喺今年夏天跟隨廣東隊咧係打咗幾場嘅一個夏季聯賽嘅時候，已經當其時咧就已經體現咗一個極高嘅球商。咁而打完呢個15運，咁黃鴻澤其實喺15運會嘅 U18 個組別當中呢啲表現，大家亦都係有目共睹嘅。咁所以希望U18呢啲嘅廣東隊嘅球員，佢哋喺之後嘅人生嘅籃球道路當中可以一帆風順，同埋記住呢一場來之不易嘅勝利，好開心嚇！咁我金牌小密探又跟咗一派金牌出去啦，跟住落嚟全運會仲有最後一個任務就係 U22嘅男籃。咁今期福本係咁先，我哋下期再見，拜拜。